再来看台中昨晚5月2日，有人伫车厢乌白杀人，有2个人受伤。迄当时是有真侪真勇敢的民众拢出面斗相共抓人。台中市政府今仔就公布讲，有15个咱国内的民众，即使人坐中捷拢免钱。市长罗秀燕今仔嘛表扬9个人。 徛伫台顶，因是台中捷运伤人案件当中，用奖去阻止嫌犯的乘客。测试市长罗秀燕伫市政会议顶头公开表扬，讲因是城市英雄。其中留长头毛顶这4个人，因为第一时间冲去阻止嫌犯，是特别受到注意。那时候很紧张啊，怕后面的人就继续就是挡不住，这样很麻烦。引用自那个张颂的福利联。 如果是勇者辛梅尔的话，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做的。我是看看2个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我看到他是脸上有伤，而且他的眼神是求救的眼神。5月2日，台中捷运伤人案，嫌犯伫车顶提出刀攻击，第一时间冲去压制嫌犯留长头毛的酷姓，伊的面躯去输着2刀。随后一个穿短裤的嘛冲去夺刀，另外一个提雨伞第一时间佮吐唔着人，后来嘛是斗相共甲嫌犯控制掉。因为这个体格上好，穿乌衫的小姐是甲嫌犯压伫车门边。这4位英雄拢讲，伫迄当时，敢若想着讲要阻止嫌犯继续伤人。伤亡越多，对。 说真的，那种感觉不好。对，说真的，顶多就是自己死翘翘没差。对，不希望大家伤亡更多。现场的各位应该没有人都是反应都是及时的啦。对，都是本能，然后其实都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是立刻要去制止他的行为。感谢这17位见义勇为、挺身而出、奋不顾身保护这个台中市民、维护治安的。 城市英雄。市府表示，苏当时有协助压制嫌犯的有17个人，其中2个外国观光客已经出境，另外这15个人，这4人坐台中捷运拢免钱，麦当领到协助破案的奖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